新約啟示錄第7章。此後，我看見4位天使站在地的4角，執掌地上4方的風，叫風不吹在地上、海上和樹上。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從日出之地上來，拿着永生神的印，他就向那得着權柄能傷害地和海的4位天使大聲喊着說：地與海並樹木，你們不可傷害，等我們印了我們神眾僕人的額。我聽見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數目有144000，猶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，流便支派中有12000，迦得支派中有12000，亞設支派中有12000，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，瑪拿西支派中有12000，西面支派中有12000，利未支派中有12000，以薩迦支派中有12000，西布倫支派中有12000，約瑟支派中有12000，便雅憫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。此後我觀看，見有許多的人，沒有人能數過來，是從各國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來的，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樹枝，大聲喊着說：願救恩歸於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，也歸於羔羊。眾天使都站在寶座和眾長老並4活物的周圍，在寶座前面伏於地，敬拜神，說：阿門！稱讚、榮耀、智慧、感謝、尊貴、榮耀、大力都歸於我們的神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門！長老中有一位問我說：這些穿白衣的是誰？是從哪裏來的？我對他說：我主，你知道。他向我說：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，所以他們在神寶座前晝夜在他殿中侍奉他。坐寶座的要用帳幕覆庇他們，他們不再飢，不再渴，日頭和炎熱也必不傷害他們，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，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，神也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。